愧是东亚病夫。还有谁？什么人再来？害怕了吧？啊！太兴奋了！看到了吧？谁要打赢我，条就归谁。知道你们被我吓怕了，我就是要用金条的诱惑力，让你们上来跟我挑战。太嚣张了，这是！就是没办法，他武功高强，到现在都没人打过来。我就不信没人治得了他！别高兴得太早。我来。终于上来！废话少说，直接来！哎！这哪是比武啊，这是杀人的！就是啊，他们这是买人像畜生养的，太可恶了！像是在什么动作？这完全是花架子嘛！啊！你们哪个敢再来？啊！来呀！还敢打什么擂台呀？打得漂亮！
好，打得好啊！打得好啊！打！继续打！打死！打得好！打得好！好！漂亮！好！打他！小仙气！老三，本人太没力了！卑鄙无耻！日本人有人间！这些东洋鬼子，咱们走！走！哈哈哈哈！我赢了！还有谁？什么人再来？你们害怕了吧？啊！你们真是东亚病夫啊！就是他，我抓住他！保护念生，保护英雄！
林征，这码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臭小子，把头交出来，我就可以饶你一命。上！估计日本人又在闹事。这不是我爹的地盘吗？他们也敢胡来？要这些巡捕房是干嘛用的呀？天津的日本人很多吗？是啊，最近特别多，他们可嚣张了。可恶的日本人！别动！别动！我说你们干什么呢？啊！都给我住手！说你呢！住手！哼！都带回去！等等，我们可是日本人。日本人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谁敢在这儿闹事儿啊，都给我抓回去！抓住那个开枪的！哎，别跑！哎呀！这怎么办呀？还愣着干嘛？追呀！是，走！难道前面出事了？啊，你慢点开，小心撞到人。天津这是怎么了？这么不太平？是啊，最近一直都是这样。我爹说日本人心怀鬼胎，让我离他们远一点，尽量少惹是非。今天呀，要不是有老吴陪着我，我爹都不让我出来接你们。小心！开始！不要命了！
你是谁？站住！分头追！在车上追！快滚！加藤先生，此人实在是太狡猾了，我没有抓住他。但，哎，都是属下失职。加藤先生，他怎么能够知道保险柜的所在之处？他一定是地下党，只有地下党才有如此缜密的计划。年生，师傅，你们去看看。是。我们去那边。
这么严重？去拿水。是师傅，去把疗伤药拿来。是。水，师傅。喝水。师傅。夏藤先生，那个小子逃往明光寺，惠子小姐正在带人追赶。明光寺，是，千真万确。立即召集所有人手，带上武器，跟我杀上明光寺。方丈，我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你。云僧图残图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对，我是在日本人的办公室发现的。看来加藤浩二回到天津了，都过去20多年了，他还想找回剩下的残图。父亲，那个人逃向明光寺，里面暗藏着凶恶之物。把他们拦住。是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跟我来。是。我们去那边。念生，你赶紧护送李先生从后山离开。不，师傅，我不走。哎呀，念生，你一定要护送好李先生，保护好云松图，无论如何不能让图落到日本人手里。韦庸，没想到你躲到这里了，怪不得我到处找不到你。时隔20多年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25，你杀人成性的性格还是没有变。可是你变了，变得胆子小了，把人交出来。放你一条生路。他既然来到这里，那就是与佛有缘。希望你放下屠刀，不要再妄造杀孽。杀孽，世间本无好坏优劣之分，真正的好坏优劣是世人的眼睛。正所谓，闭上双目，世界便相同。世界相不相同，早晚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。生死自有定数，都是前世修的福报。你若不知好歹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施主请便吧。聂生，快！聂生，快走！师傅他们现在太危险了，我得回去救他们。聂生，当务之急，我们要把云松图和情报给送出去。你别劝我了，师傅对我的养育之恩，我聂氏没齿难忘。倘若我未能苟活于世，将师傅的生死置之度外，那才是大逆不道。聂生，记得吧？我为师傅再三叮嘱你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去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回去就是等于送死了。我不管。聂生，李先生，
说。好，我背你。我们去那边。好。你没事吧？你休息一会儿，我去帮你找大夫。叶少，你听我说，你陪着我，咱们两个谁也走不了。这个情报关系到天津卫乃至整个华北的存亡，你一定要记住。这个包里面有一顶帽子，明天中午你赶到永兴码头，帽子里的纸条会告诉你怎么做。如果你没有找到要找的人，后天辰时你赶到福美路的福运茶楼，记住了吧？那里自会有人跟你联系。医生，我还要告诉你，你不是孤儿。你父亲叫白兆仁，当年为了守护云松图，和你母亲一起惨死在加藤浩二的手中。我不是孤儿，你们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聂生，时间紧迫，我不能告诉你太多。可眼前大敌当前，你手中的云松图也是一部分残土，你一定要找到其余的部分。作为中国人的后代，你有责任保护好民族的财产，绝不能让它落入外人之手。你记住了吗？如果我有幸还活着，明天中午咱们码头见。李先生，医生，快走！你快走啊！在那边，追！在那儿，快！把云松图交出来。先生您来了，里边请。哎，走，里边请您。哎，先生您慢走。哎，这边坐，这边吹水，点水。坐。你来点什么？来杯茶。好嘞，上茶。
不让你吃，不让你吃，吃完东西不给钱啊？你还敢吃？你还敢跑？让你吃，吃啊！给我吃，全吃下去！啊，吃呀！去你的！他偷了我们的馒头，没给钱。他偷了你们的东西，固然是他的不对，但你们能不能放了他？你给钱啊？给你，拿着。走，走！大哥，多亏你了。大哥，谢谢啊。小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在那儿！快追！别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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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子，给我追！快追啊！追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给我追呀！快呀！天津城防司令部，天津全城实施戒严，任何人不得入内，违令者军法处置。现在开始，所有人就地检查，城里人有身份证件的可以放行，其他人员全部带走。就是他，给我追！追！追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追呀！站住！在那追！别跑，我打！追！谁让你们在这上厕所的？我爹是这儿的司令，以后我不许你们在这上厕所。我管你什么司令不司令的，我们是黑龙会的，我想在哪儿方便就在哪儿方便。瞎了你的狗眼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
一个疑似嫌犯的人出现在餐厅。包围这家餐厅。是。走。出来！出来！快开门！快出来！来！快点！出来！来！快点！快点！出来！哎，别推呀！哎，少说废话！干什么呀？ 检查，里边人出来！干嘛呢？大呼小叫，敲什么敲啊？什么事儿？小贾您哪儿？哎，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？那你在这干什么呢？逃犯逃进了这家餐厅，我在搜查。逃犯？那你赶紧去找啊！好好找，快去！ 哎，刘参谋。啊！你让他们两个站在门口，我可不想在里面。嘘，小点声。哎，你干嘛呢？2楼今晚有贵客，不开放，行吗？放开我！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上来！放开我！老实点儿！干什么？干什么呀你们？快走！放开我！啊！放开我！快点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进去！过去！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别过来！听老鸨子说，你还是个贞洁烈女啊！老子我就喜欢你这样的。来，让道爷伺候伺候你。干什么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老实点！走啊！救！闪开！哎呀！哎呀！放开我！打我！给他打我！给他打死他！你哪条道上的你？就是他，抓住他！你们先走啊！是，这就对。闪开！给我抓住那女的！行！放开我！
躲起来！啊，兄弟，快进去躲一下！人呢？从窗户跑了。 你的脑袋，我自己打的，快走，快走！你是什么人？中国人。加藤浩二，终于来了！我今天来是为我师父报仇的，我要让你血债血偿。好，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为你师父报仇！来吧，小子！呀！ 给我抓住他！哎，你们谁呀？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哥，干什么？让进去！快走！滚！让进去！哥！有事来北岗巷找我。 导演，您误会了，我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从别人手上拿货呀。你他娘的别给我打马虎眼！这个有他娘的便宜货你能不要？不敢，小的不敢。起来！你小子哪儿到了？这回
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干什么呀？就凭什么打人啊？凭什么？就凭你小子够傻！别以为你耍点小聪明，偷了少爷的货就没人知道。各位大哥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啊！他娘的，你嘴硬啊！我真的没有啊！燕关的贾老板都说了，那批货就是你偷的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大哥，我真不知道，这事跟我没关系。师傅，停车！秀儿，山哥，王哥被他把他们家的烟馆去了，我现在不知道哥哥情况怎么样，你能不能救救哥哥？你先回去，我现在就去救你哥啊！哎，这位爷，您是大糖虫还是包间虫啊？哎，上面都是中意糖的人，刀也好。哎。你小子还敢来这儿？给我打！你敢跟我们作对，忠义堂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唐四爷光明磊落，名声在外，怎么忠义堂有你们这帮败类？哼！你呀，回去我再问你。狗剩，醒醒啊，狗剩！啊，谁给你打成这样的？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醒醒啊，狗剩！来，醒了！狗剩，告诉我，谁给你打成这样的？啊？又是这帮狗日的！你们知道烟土害人害己，怎么还靠它赚钱？变身哥，我们俩不就是想赚点钱，再踏实干吗？你们把它藏哪儿了？他舍不得说啊！我劝你们，赶紧把东西找到，去告诉四爷。铁爸，你听到了没有？了解唐爵，他不会轻易的输。唐爵已经出言不假，但是情况不明。现在这玉堂就由他手下了。那码头方面情况呢？码头上一切照旧，没有任何不许。加藤先生，客人都已经到了。你先回去吧。是。
韩司令，好久不见，最近气色不错嘛。最近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，忙得我是晕头转向啊。在天下就太平了。坐啊！话是这么说，中国呢还有一句古话，叫做“水清则无鱼”。如果这水要是真清了的话，你在中国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？加藤先生。小叔，这儿等着。韩司令。嘿，唐四爷大病初愈，就来参加日侨商会午宴，让我这个做主人的非常感动。欢迎欢迎！能参加加藤先生的午宴，唐某万分荣幸。哈哈哈！好，来吧，坐。唐四爷，喝点什么？唐某抱病才来，不是为了挑工作，一来加藤先生的欠想早点了结事情。唐四爷是说甲16号仓库失火的事情。对，我记得当时是韩司令从中落选，加藤先生也是非常要求的。好了，唐四爷，我看这事儿这样吧，大家呢都是痛快人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该赔偿损失呢赔偿损失，该处分人呢处分人，你呢把加藤先生的损失给赔偿了。我想这样我也好交差了嘛。今后你们大家还要都在江湖上混，大家和气生财嘛，把事情解决了，大家皆大欢喜。你说呢？唐四爷，你的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。唐某上了年纪，又终生刚勇，实在是不利能早点了结此事，以后退出中原，再不受责。中国人。给我杀！
情况十分紧急，育才小学已经血流成河，如果再不制止的话，年生就有危险了，而且学校也保不住了。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，对学校势在必得。走，去育才小学。啊！快点！到！你是什么人？中国人。我主拜年生，弄清楚他的本身。呀！快去救年生子！顺延，就是他们！刘达，杀！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我是忠义堂的，我可是忠义堂的堂主，关堂主。好吧。走。好几个堂口都被洗了。关大锤在戏园子外给人杀了，降叔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这个混蛋，他先下手了。降叔，四爷呢，
现在正在养伤，那个洪天寿又是您的亲侄子，这件事由您来指挥，不太合适吧？哎，四爷和我有安排。念生，是，这是念生，四爷钦点出来的。这位前辈，在四爷康复之前，由我来对付洪天寿的事情，请大家通力合作，将洪天寿这个叛徒生擒，让四爷亲自发落。哎，我是黄毛小子，你的能耐能大得过我的四爷？大鹏啊，听说过3个月前有人单打独斗闯日租界，恶斗日本鬼子，让警察局动用100名警察级的大闹天津卫的人。知道啊，这个人就是他。好，既然四爷已经说话了，我切不从之。小子，那这回可就看你的本事喽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对付洪天寿？我从祥水府里得知，原来洪天寿一直瞒着四爷，以忠义堂的名义包娼必赌，更私下里做着一些烟土生意。大家都知道，四爷平生最痛恨这些害人的勾当。我认为要对付洪天寿，首先要破坏他的财源，这样既可以削弱他的实力，在江湖上也没有人会认为是我们不对。不知各位前辈怎样认为？我想俩大，别打了，给我住手！小兄弟，这可是2人交锋啊，怎能不打？大家都是忠义堂的兄弟，对于洪天寿绝不手软。他们都是为主子。算了，回去告诉洪天寿，这儿已经是四爷的地盘了，滚！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的烟馆就是封锁了，滚！是。连生哥，哎，真的是你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现在唐四爷不跟平时有病了，码头全都停工了。杨叔让我在家休息，没有人事干，出来溜达。哎，没想到见着你了。是唐四爷挂的帅。洪七这帮畜生，真的我也很纳闷。哎，年生哥，下次你再干，你叫上我呗，让我也出份力。行，哎，但是你得听我的。肯定听你的啊！走。我以为唐老四已经够厉害，没想到这小子更狡诈，居然趁咱们不在的时候，将我最赚钱的场子都给砸了。爷，咱这样下去不行啊！这损失太大了。要不说，咱来个速战速决得了。速战速决，胜色有多少啊？不是爷，这2年跟着唐四爷那帮人，白天干的是正当事，晚上回家他就热炕头，真要打起来，没咱狠。你小子这下没白干啊！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就这么干，让他们看看谁更狠。得嘞，爷。
干什么呀？这边。快快看看，还有没有追上来？有着娘的嘴！哎呦，这小子真玩命啊！无法他们家祖坟了我！怎么办？快跑吧！让开！怎么回事？你敢投他呀？哎，等一下！你让我们进去吧，我们是加藤先生的朋友，你让我们进去吧，让我们进去吧！别帮忙！喂，你干嘛？你没看见这是万国赛马会和日本人合作的地方吗？是你能来的吗？快走！黑花哥，你疯了！黑花哥，抓住他！你想造反的？黑花哥，我今天来就是要你的老命的！黑花哥，黑花哥！要你老命！你来的正好，他们是来找你的。你来干什么呀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为什么投靠了红七？为什么杀死强叔？你难道忘记忠义堂对咱们有恩吗？没错，忠义堂对我是有恩，但我黑娃对他们也不薄啊！啊，我不是也死心塌地的为他们卖命吗？可到头来呢，唐四爷对我用家法一点情面也没有，我就换来这些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你不仁义在先，就别怪我不义在后。黑娃哥，你原来不是这样的，你现在在与仇人为伍。
对得起忠义堂的兄弟吗？看错了你！别躲，赶紧走吧，以后别来烦我兄弟了。站着！黑娃，兄弟来了，你就这么对待人家？红爷，他们这来闹事儿。你来这儿，别想败我西门家了。别做男梦，以后是顶天立地的男人，绝不会与你这种小人狼狈为奸。这个臭小子，敢这么说话？嗯，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。黑娃，给你个机会，给我滚！好吧，哎，一个都不留，杀！杀！杀！你说的是真的？皮猴哥来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。山哥，难道真的是我哥做的吗？他怎么会做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？他在跟傻笑说呢？这属于是我跟你说不清楚。哎，你知道他们去哪儿找的？皮猴哥已经往永兴码头去了。山哥，一定要把黑娃哥找回来呀！黑娃，干什么呢？还不上！呀！闪开！怎么办？没事吧？继续演。给我上！快走！好兄弟了啊！黑娃，你小子想造反的！你小子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！快点来人啦！来吧，开门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快开门！开门啦！开门！来人呐！
边是谁？香叔，你这个老东西还没死！你看我像死了？你当然希望我死。你没想到我在这儿等你吧？不可能！你妈告诉我，明明亲眼看见你吊死的。既然你问，那我就叫你死得明明白。是，老爸是看到你把你妈砍了，也看到那个绳子把我拴到2楼的阳台上，活活的把我吊死。但是你们没有想到吧？没有阿丽在马路握着拴绳子的经验，在我的背后拴了一个刚好可以把我吊死的救命绳。我没有死，我不能死！我死了就对不起中国人，对不起忠义堂。我今天就要替中国，替中国人民守着你这个无耻汉奸！来人呐！来人！呀！你确实打听清楚了，他们是和白念生见面吗？没错，今天一大早我听唐继元亲口说的。跟我进去，把地下党一网打尽。嗨。找我了吗？你私通地下党，你私通白念生。你说的是我。白念生，你终于出现了，我等了你很久了。野村先生，你煞费苦心的打听我的下落，现在我正在这里。说吧，你想怎样？我要抓住你，一雪前耻。就凭